耶和华，求你救我的灵魂。耶和华有恩惠，有公义，我们的上帝以怜悯为怀。耶和华保护愚人，我落到卑微的地步，他救了我。我的心啊，你要人归安乐，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。主啊，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，救我的眼免了流泪，救我的脚免了跌倒。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。我因信，所以如此说话。我受了极大的困苦。我曾急促地说，人都是说谎的。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？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称扬耶和华的名。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。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。耶和华，我真是你的仆人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是你婢女的儿子。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，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，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。以上，请小会议长蔡牧师来讲道，题目是都有上帝的祝福，都有上帝的祝福。让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。我们从心里面来颂赞爱我们的父神，谢谢你用你那宝贵的话语，常常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，可以看清楚，也听明白，也透过早上的敬拜和赞美，将你的宝座设立在这里。愿我们都是蒙爱的儿女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当我在思想我要用什么样的信息，在我们2016年的会员合会的主日礼拜中来跟弟兄姐妹分享，我选择了诗篇116篇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，也一起来回顾过去这一年，我们是在神的恩典里面走过来的。在新的一年，我们仍然要定睛仰望他。我想这首诗反映出我们人生无可逃避的实况。不管你相信耶稣，不管你认识他多久，在成长的过程中，我们难免都会遇到人生的悲欢离合，酸甜苦辣，甚至祸福兴衰。但是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，面对人生的起伏，如何认定这是生命的一部分？在这同时，也因为上帝的缘故，不论你是悲伤或者是欢喜，我们仍然要向上帝说出我们的心声，因为这个过程都有上帝的祝福。跟旁边一起来分享说，走过的路都有上帝的祝福。诗篇116篇，诗人分享了生命、死亡、痛苦。诗人经历了生命中的起伏变化，所以他更爱那位造他的神耶和华，因为上帝听了他的声音，应许了他的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经历或者面对了生命中的苦难、死亡的事情。我们怎么样能够跨过人生困苦的道路呢？唯一的方法就是祷告。牧师常常跟大家一起说，
一切都会很顺利，祷告就可以。我们再宣布一次，一切都很顺利，祷告就可以。啊，你再宣告一下，一切都很顺利。唯一的方法是祷告，祷告就是向神说话，然后也听他说什么。在困局的当中，你要求告上帝，仰望上帝。所以第一个我要分享的就是你面对人生要数算主恩。诗篇116篇的第1节到第2节这样说：我爱耶和华，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，他既向我侧耳，我一生要求告他。弟兄姐妹，你爱神吗？哎呀，没有把握吧？上面弟兄姐妹，你爱上帝吗？对，耶稣爱我，我也爱耶稣。我的一生都要求告他，不是只有这一天、昨天，我们天天，我们的一生都要来求告他。通常我们在读诗篇，这个诗篇一开头的第1节、第2节，就是整个诗篇里面整首诗的总结了，整个纲要都在前面了，就能够诉说这整首诗的主旨。诗人告诉我们，他爱耶和华，因为上帝听了他的声音及祷告恳求。诗人要用他的一生来传扬上帝的爱，而且他不住的祷告。整首诗这17节总共出现32个我。值得留意的，在经文中反映了诗人他自己的经验，因为他讲了32次我怎么了？但是一开头他就说我爱耶和华。你有没有常常跟主说，主啊，我好爱你，神啊，没有你我不行，我离不开你，我好爱你。而现在这是在回顾过去他所领受的恩典而发出的感恩。另外在这一篇诗里面总共有16次提到耶和华、上帝、主，所以116篇是一篇赞美上帝拯救他出死入生、出黑暗入光明的一首感恩的诗。除了这个以外，诗人也直接的提出他爱上帝的原因，因为上帝听了他的声音，还有他的恳求。在苦难中，诗人说出他的祷告的经验，因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。你知道，在约伯记，他探讨了人是不是能够在不基于任何利益的情况下，还能够爱上帝吗？也就是你爱上帝，岂是无缘无故的吗？不过，圣经并没有取消或是忽略一般人日常生活中信仰的体验。爱上帝，持续向上帝祷告，传扬上帝的恩典，最直接的就是在你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，你要经验到上帝的爱。除了认识客观的真理之外，你还要有主观的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。很多人都是只有这里相信，但是这里就不见了。你不要只有头脑的知识认识他，你要从心里面去相信他。阿们吗？这样你面对人生，你才能够数算主的恩典。所以诗人，我看出他是一个知恩、感恩、报恩的人。
第二个我要分享的是，到底诗人为什么要感恩？这也是在问我们，到底你为什么要感恩？今天开会员和会，过去一年，我们的教会领受了什么？我们在会员和会当中，我们要来感恩什么？诗篇116篇第3节到第4节这样说：死亡的绳索勒住我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，我遭遇患难愁苦。那时候，我求告耶和华的名，耶和华，求你拯救我。这里有呼喊了神的名字，耶和华，求你拯救我。首先，他知道生命有苦难，也因为苦难的过程，让人想要亲近上帝。到底什么事情让诗人陷入在死亡的缠绕、阴间的痛苦，还有陷入到卑微的地步呢？在经文里面并没有提到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，诗人可能曾经经过疾病，面对控诉、攻击、伤害，甚至是面对死亡。如果是疾病，你知道我们现代人可以到医院去看医生，可是疾病对当时的人的生命是有很大的威胁，医疗没有那么发达。从这些充满了象征的意义里面，表达我们很容易可以设身处地的将自己投入这个当中。什么是你人生中所遇到死亡的绳索、阴间的痛苦？那个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怎么面对的？这一首诗提供我们反省的意境和机会。诗人面对死亡、痛苦和患难的时候，他就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是到处去找人，还是心里面不断的埋怨，还是你来求告耶和华的名？他处在死亡的边缘，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求告耶和华。弟兄姐妹，当你在无助的痛苦的深渊和困局的里面，你要求告上帝的名。过去蔡牧师也在每个生命的阶段，我也常常经历到死亡的威胁。我的儿子约瑟现在念研究所1年级啊，
点斜度，滑下去，下面是一个 slide，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板子，也没有很宽，就掉下。其实照说应该是像溜滑梯一样，整个人掉下去了。不知道为什么神在那个时候让一个孩子，因为他在动嘛，男孩子这个会动嘛，掉下去，竟然就流着。哇，那时候有点哭，神对面的人看到了，啊，小弟弟不要动，不要动，这样。我们就看到了，哇，真的，我猜想那个时候以我儿子的个性，他应该是会动的啊，他应该是会慌张的，只要一转个身再动一下，可能整个就掉下去。最后真的很感谢神，真的是上帝在他面对死亡的绳索的时候，好像神就是拉住了他。结果后来呢，对面的人竟然叫了消防队的人，哇，叫他不要动，但是他还听了住话。然后那时候师母带着女儿就远远，奇怪，怎么有消防车，怎么消防队的人在干嘛啊？不知道家里的事情呢。哇，结果最后走靠近的时候才知道，吓坏了，整个人真的是。所以感谢主，最后消防队的人用绳子这样绳索把他下来，把他套在身上，把他拉上来。所以这是一个经历。我自己也是一样，曾经发生过一次4部车子撞在一起的连环车。那时候一般的平面公路是不用带安全带，只有上高速才要。可那一天清晨，神清楚地提醒我，那个声音一直提醒我，安全带系上。我清楚地听到这个声音。我开车10年，那时候开车都10年，我从来平面公路我认为是不需要的。那天神在车祸发生前的30分钟，他提醒你把安全带系上。很奇妙，真的，当撞上的时候，我是最后一步，因为前面还有2部是外国车，边还有台湾，追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真的刹不住，我喊住啊！可把我拉回来了，没有撞出去，没有受伤的是安全带，是那个绳索，是那个带子把我拉住了。阿们。哎，回来了，我们拍手感谢神啊！哈利路亚。真的很感谢神。5年前，我那时候还在台北大直牧会，我的师母，她在教会另外一个巷子要过一个马路，有斑马线过来，可是一部车子厢型车要左转过来，也没在看，开很快，她走在人行道上。就往他身上就撞下去，感谢主，还好就是，但是就这样子，还好救了他的命。但是呢，他的脚就石膏就捆绑了，只要2-3个月。真的，你只有曾经经历死亡的边缘，你才会明白上帝的拯救，因为在死亡的边缘，只有上帝才是唯一的依靠和拯救。阿们吗？所以我们要操练祷告，我们要一起常常有征战的祷告。诗篇116篇5到7节，耶和华有恩惠，有公义，我们的上帝有怜悯，耶和华保护愚蒙的人。我若到了卑微的地步，他救了我。我的心哪，下一页，我的心哪，你要复归安宁，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。跟旁边人说，上帝用厚恩待我们，不是小小的恩，是很大很大厚厚的恩，包着我们，保护我们。人生起伏啊，
痛苦无常。诗人也会遇到这样的困难，在面对人的误会、痛苦、攻击的痛苦里面，他到底是怎么面对的？耶和华的名是他得到拯救的基础。耶和华的名字代表了两个重要的观念。第一个观念是，他是立约、守约、施慈爱的神，他跟我们有立约的关系，因为你是他的孩子，他是你在天上的父。诗人祷告蒙上帝垂听的原因，就是我们跟神之间有关系，我们彼此有约，上帝是不会背约的。第二，就是求告上帝的名，代表诗人承认他认识上帝是谁。所以主耶稣叫我们的祷告人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对吗？所以我们的上帝在这个地方，诗人用一连串对上帝的认识，表明他是有恩惠、有公义的。上帝是守约、施拯救、慈爱，和他也是审判的神，有慈悲、有怜悯。他甚至保护我们这些愚昧、愚蒙的人，他也拯救卑微的人，表明了上帝的保护孤儿寡妇，帮助社会上比较没有地位、别人也看不起那些卑微的人，都是神所爱的。用这样来见证上帝的拯救，也让我们能够来颂赞上帝的爱和他的恩典。诗人也看出人生的无奈、痛苦、无常，但是耶和华的名是可以依靠的，阿们吗？神的名是福乐安慰的源头。如果感恩诗是生命经过痛苦考验之后的回顾，我们信靠上帝，对诗人来说就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，使他的心得到保障，得到安息。这样看来，深刻的信仰是来自于深刻的经历，其中没有什么捷径。诗篇116篇的第8节到第11节，主啊，你救了我的命脱离死亡，使我的眼不再流泪，使我的脚不再跌倒。我行在耶和华的面前，走在活人之地。在这里说，我信，我信，尽管我说我受了极大的困苦，我也曾经惊慌地说，人都是说谎的。我看到诗人非常深刻的对上帝体会之后，我看到上帝体会到上帝的真实跟人的虚假，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。所以第8节，诗人提到上帝救他的性命脱离死亡，上帝使他的眼睛不再流泪，使他的双脚不再跌倒。本来诗人充满了许多的困难，他以泪洗面，他经常跌倒，好像他的精神官能都出现了状况问题了，他连他的命都快保不住了。他看到他人生里面走过的路，好像每一件事情都不顺，跌跌撞撞，感到十分的无助无奈。但是人生在面临最痛苦的时候，上帝常常有额外的恩典。当你生活很平安顺利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觉得你靠自己就可以啦？上帝是多出来的吗？跟旁边说，不是你不要觉得你靠自己，你不需要上帝了，可以把它甩在一边了。当你遭遇到困苦的时候，你就自然的会去寻求上帝，想与上帝有亲密的关系。所以在11节
诗人这样说：说人都是说谎的。为什么他会这样说？很可能在他生命中遇到很大的困难、痛苦跟拦阻，也可能曾经有人答应过要帮助他，但是却没有付诸实行，使他感觉很受伤害。在这里也提醒我们，在遭遇苦难、软弱无助的时候，你不可以急忙慌乱，要勒住自己的舌头，要谨慎自己的话语，不要在意别人说什么，而应该你要更专注的留意上帝的话。到了今天，上帝确实在我的身上，我相信也在弟兄姐妹身上施以厚恩的，所以让我们今天要大大的经历他的祝福和恩宠。过去我在牧会的时候，也会遭遇到很多的艰难，全都是因为我们常常人用自己的恐惧不安在生活或是牧会，很多事情你都是为了讨人喜欢去做的。所以因为这些经历，我也明白我在牧养教会最重要的是祷告，要讨上帝的喜悦，这样就能够行在上帝的祝福里面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职场上也是这样子，我们不要专顾着讨老板跟同事的喜悦，你要单单的讨上帝的喜悦，这样你在职场上就可以蒙恩宠，得恩惠。因为人不会因为你讨他们的喜悦就来帮助你，而且你只会建立一些只会占便宜的人在你的身边。我们只要单单的讨上帝的喜悦，上帝就会赐下得救的灵魂跟祝福在我们四周围。今天我们能够被上帝大大的使用，是因为我们走过这些道路。所以我们要看重关系，要看重跟上帝的关系，然后建立跟人和谐美好的关系。在教会里面，我觉得我们更要看重门徒训练，看重祷告。第三点我要分享的是，诗人还愿和他的感恩行动。在这一篇的12到17节里面这样说：耶和华向我赏赐一切的厚恩，我拿什么来报答他呢？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称扬耶和华的名。我要在他的全体百姓的面前，向耶和华还我所许的愿。在耶和华的眼中，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。耶和华，我真是你的仆人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是你使女的儿子。你已经解开了我的捆锁，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，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。你看到在最后结束的时候，他仍然说：我用祷告上帝的名。一个我爱耶和华的人，不管他经历了什么，他都知道这样做。所以当诗人说完了他的见证之后，他明白一个领受恩典的应该怎样去为上帝做见证。诗篇116篇结束的时候，告诉我们应当怎么样去行。诗人他告诉自己要放松，要享受上帝的救恩，也就是你要放手 ，let go， 你把你自己放掉，才能 let God， 让上帝来做。阿们吗？虽然我们的眼前仍然有很多的困难，但是当事情结束再回顾，上帝确实用了厚恩来带我们。我看到这个诗人
他就是这样想的时候，我们也这样想，你就可以自我勉励了。就像第9节说的，我行在耶和华的面前，走在活人之地。弟兄姐妹，你能不能常常行在耶和华的面前，而且走在活人之地？跟旁边说，有神就有活路，活人之地就是活路了，有出路。我很喜欢一句话，活着就是为了生命欢庆。我们一起说，我一生都要敬拜神，我还有气息的时候我都要敬拜赞美神，那就是一个欢庆。 To live is to celebrate life。 你是要来庆祝你的生命吗？所以为什么每次到生日大家庆生？阿们吗？在上一辈年长者，有些人就比较不敢说出自己的需要，甚至将自己的需要都藏在心里，因为在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面，生命有时候没有什么喜悦感，因为年轻的时候受过很多的困难跟打击，但是那些东西没有处理。也有一些人可能很多事情或对人生观感觉到悲观，也不清楚活着的意义是什么。那遇到了困难、苦难、打击的时候，就生出了这个负面悲观的想法，觉得活着是很痛苦的，想死。但是我们活着是为了生命来拍拍手，要鼓掌的。就好像诗人说的，要行在活人之路。纵然我们的生活中有困苦，但是弟兄姐妹，你要抱着乐观的心情跟积极的态度，向这些困难说，我不怕你们，我连死都不怕了，我怕什么？所以我们的眼睛要超越眼前的痛苦。上帝说，在我里面的比这外面的比这世界还大，相信吗？在耶和华的面前，你要走在活人之地，按着他的命令行事为人。所以诗篇116篇12节说，耶和华向我赏赐一切的厚恩，我拿什么来报答他呢？这里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从13节开始，我也发现出现很多动词，比如说举起救恩的杯，这个举起，有时候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举起我们的手。主常常要我们抬起你的头，城门啊，抬起你的头，抬头你才能仰望啊，你垂头就丧气了，对吗？所以你知道我们在吃饭啊，你看台湾人，我们在吃饭都怎么样？马上把杯子举来，来，干杯，干杯，来，我祝你们。我们不是常常一直举杯吗？你有没有常常举杯？有没有？楼上的，你举杯吗？吃饭举杯吗？有啊，你跟朋友吃饭啊，你会不会常常？过年一定会吧？你会祝他什么？大家快乐嘛，健康嘛。你一定是生日聚餐，朋友要出国要什么，是不是都在祝福别人？不管拿茶、拿水、拿饮料、拿什么，都在举杯，不是吗？主啊，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我要常常的举杯庆祝、祝福。我们每天都有庆祝的那种，好像每天都好像在过生日。你要有一种为你的生命，我每吃一口饭，我喝一杯水，我都要有庆祝救恩的举动，举起救恩的杯啊！我要透过诗歌唱出赞美，流露出我的活泼的生命。在聚会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来到这里了，你坐在这里，你先要卸下你的重担。主说，凡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，我就让你们得安息。你来到主的面前，已经天气这么冷，只有5度8度，你还来了，你要卸下你的重担，
不要再把重担再背回家。所以在聚会的时候，你放下重担，释放自己，亲近神，因为这一刻是属于上帝的，而你这个人也是属于上帝的。阿们吗？第14节说，我要在耶和华众民的面前向他还我的愿，对不对？还什么？你许过的愿要还啊。所以在这里说的还愿，不是偷偷暗暗地还哦，不是偷偷摸摸暗暗的哦，是要当上帝实现你的心愿的时候，你要公开的，你要在众人面前见证，你要还你所许的愿哦。所以上帝所看重的不是金钱，是我们的生命改变，而且能够得着丰盛。你要更加爱主。在新的一年，就像诗人一开始说，我要爱耶和华，我要更爱耶稣。第17节最后说的，我要把感恩的祭献给你，对吗？我要把感恩的祭献给你。这些都是敬拜的举动。敬拜是什么？敬拜就是一个忘我，放下自己，以上帝为中心的感恩。除了这一种感恩之外，我看到15节还提到一句话，就是在耶和华的眼中看来，圣民的死是极为什么？宝贵的。属上帝的儿女的一生，我们每天活着的每一天，一直到我们最后见主的面，我们如果这样做，都会蒙他悦纳的。诗人提到自己是做上帝的仆人，这意味着我们愿意服侍上帝的心志，永远属于上帝。弟兄姐妹，你要做一个不计较、一生忠心的仆人啊！你要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，你的生活就会更加快乐。一个充满了心中苦毒埋怨的人，他的心中会充满了苦涩。一个懂得感恩的人，他的生命就被翻转和提升了，而且会扩张了你生命的境界。所以让我们带着更多的欣赏和感恩的心情来面对你的人生，我们就会像诗人一样，举起救恩的杯来歌颂耶和华的名。这是诗人向上帝还愿的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，感恩的教会。阿们吗？上帝向我们施行拯救，我们怎么来报答他的恩典呢？就是在众人的面前分享你的经历跟见证，称颂上帝的名。上帝看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极为宝贵，所以上帝会不断的拯救我们，也不断的拯救我们每一个人，拯救所有四周围那些灵魂失丧的人。但是要透过你我，所以教会要有宣教传福音的心志。我爱耶和华，因为他听我的祷告。我信靠耶和华，虽然在困难痛苦中，我仍然相信他会用厚恩待我。我要不断的向上帝感恩，献上我自己。各位，在困局的里面，我们的信心面对考验。然而我们如果能够求告上帝，上帝他必成为我们的拯救，成为我们的诗歌。我很喜欢今天说的，我们要常常唱一首新的歌，有新的恩宠、新的恩典、新的盼望都为你而开啊！阿们吗？不管你处在顺境或逆境，你现在是得时或不得时，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阶段、每一个角落都有上帝的祝福。从诗篇116篇，我们学习到真正的福气是什么？
深入的认识、经历和体会上帝的真实，你就不会再被人生的风雨所吓到，或是吓到，反而能够以感恩的心去迎接你的每一天，不论是好是坏，你的人生机遇都将真正成为你一生的祝福啊！我以这样我看到这一首诗，我以这样来祝福大家，不断的体会到上帝的手都有恩典与祝福啊！我们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爱你，爱我们的主，我更深的爱你。亲爱的圣灵，我欢迎你，愿你来，愿你常常住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